技术工会等团体今仔去劳动部抗议哦，因要求劳动部应该爱针对各级的航空公司请外籍技师，影响到本国技师的就业权，有可能会危害到飞安来进行调查。长荣航空违法中介，劳动部应依法开罚。 包括技术工会等的团体去劳动部外口抗议，要求劳动部针对国际航空公司禁用无特定机型资格的外籍技师的情形，爱进行处理。还佫指控有国际航空公司的外籍技师伫外站接触达有加0.23，航空公司却无照标准流程随解除伊的职务，要是可以继续执勤一段时间。这个驾驶员测得到了高达0.23的这样的一个酒测值。那其实依照公司的这个 SOP 还有相关的规定，其实当下应该是要直接免除任务的，然后进行后续的调查。政府对酒驾零容忍的时候，为什么一个有关天空飞的一些机师这么重大的一个机师，他们有关300-400人的生命的时候，可以允许让他时间一直重复，一直 debate。工会还佫指控讲，国际航空还佫透过无做中人资格的公司，请无合理的外籍技师，明显违法。唔但严重影响本国籍技师的就业权，甚至可能会影响飞安。针对违法事实的部分呢，劳动部会在接获相关的委托情形，然后跟实际上他从事的相关的业务范围，我们来进行调查跟厘清之后，会尽速开罚。劳动部的代表接受工会陈情，伊强调讲，针对外籍技师违法聘用，也佫有找违法中人的部分，调查若是事实，一定会照就业服务法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